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互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白讲，甲中小学员吴慧文的中书馆今仔去地点数提告，周玉蔻冇去现场会实的。中科院一个技师因为偷摕国家机密文件，伫接受调查的过程又搁做卡手，互法院判8个月有期徒。台南的精英酒店传出的是有上千个人客食饭桌食物中毒，卫生局已经采用化验，业者也出面回实的。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28513例本土病例，有50来人死亡，上少年的是一个7个月大孩儿。另外，10月初一开始，第6轮的家用快筛，一人上济会使买6份30支哦。那65岁以上的时代，甲6岁以下幼囡仔，会当搁免费去领1份5支。来听指挥中心第下上届新的说明。好，有28513位，死亡的56位，那跟这几天整个看起来的数目是差不多。这是一个7个月大的女婴本身这个出生后就有慢性的神经系统以及代谢性的疾病，是一个长期卧床的小朋友，在9月21号的时候过世死因主要是新冠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以及有败血性休克的这个状况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那他也可以领这个家用的抗原的快筛试剂，领取的时间从9月26号开始，那每人也是5剂，10月1号起再度免费提供，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者都可以再去领。那另外这个0到6岁学龄前幼儿，那10月1号也会开始，那这是第4轮，那这都是可以领5剂家用快筛的试剂。是10月1号起，我们也同时会实施第6轮的家用快筛的实名制。那这个部分就是要民众购买的，没有符合刚刚的资格的，那是要自己购买。是每个身份证字号可以买6份，30剂。那你可以分次，也可以一次。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蒋万安的发言人李德维讲，民进党的陈时中只是起考医师，佮无算是医师，嘛引起争议。李德维有回实的，也毋过陈时中是认为讲，这款讲法伤害到行业，真唔好。无党籍的参选人黄珊珊，昨伫台北市立大学来举行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讽质疑讲市政府行政无中立。黄珊珊是强调讲，伊有合法申请。另外，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白讲，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甲蒋万安的爸爸张浩然有绯闻。张淑娟今仔去地检署提告，周玉蔻嘛去现场要向张淑娟来回实的哦。也毋过，伊嘛甲国民党的议员王宏维冤家相骂。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蒋万安竞选团队发言人李德维，其民进党陈时中起考医师，无法度讲是医师，引起起考医师工会抗议。李德维虽然发文回实了，也毋过陈时中无认同。尤其我们牙医师团体对于社会服务是特别的认真。好，那用这样的角度来伤及一个行业，我想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至于谁要来道歉，我想就凭着他们自己做对社会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交代，我们自然就会观察。无党籍黄珊珊成立竞选总部大会，选伫台北市立大学召开，防质疑违反行政中立。黄珊珊强调一切合法。北市大的部分，我们已经昨天说明了，我们大概就是全部都合法合规。最近，资深媒体人周玉蔻一直夹着蒋万安身世，惹了伊的父亲张浩然绯闻事件。蒋万安批评周玉蔻甲陈时中是抢相逢，蔡政府政治甲媒体合一，伊会证明邪不胜正。选举到这个地步其实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底线实在是不应该牵连无辜。其实，我想很难想象到今天。台湾，我们竟然对一个人的安全、他的名誉、他的尊严，可以公然践踏到这个地步。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深深一鞠躬。但是，张孝严先生，请问绯闻案女主角究竟是谁？张孝严先生，什么李孝严先生，我没有跟他滚过床。周玉蔻小姐，你道歉是不够的，你又利用媒体霸凌弱势。霸凌一个没有麦克风的声音的人，这样子的新闻素质素养，我觉得你不 OK。
防指控涉自绯闻案的周淑娟立案到北检提告，结果可提前到场，佮当众向周淑娟回失礼。也毋过，甲陪同周淑娟前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伟爆发口角冲突。记者综合报道。过2个月特别选举咯，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讲，台北市国民党的蒋万安是领先黄珊珊甲陈时中哦。另外，伫桃园市是民进党的陈文平领先张善政。9合1的选战就要到啊！中共甲盖洛普的合作进行当中。针对支票甲争议的北北桃、宜兰、苗栗、平湖、基隆、新竹等等8个县市做民调，其中国民党伫上北、宜兰县领先，民进党伫桃园、基隆、苗栗、平湖领先，新竹市是民众党排第1。因那桃园民调的结果是让国民党感觉无乐观。张善政怎么会输呢？怎么可能呢？又是林志坚事件。这个民调呢，张善政输在年轻选民，看起来。桃园对张善政来讲还要积极努力了哈。国民党在年轻人这一块，很明显的是落后很多，而且年轻人在国民党在以后选举中要争取支持，这是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调查的8个县市内底，政党支持度6个县市是民进党领先，不过因为台北市三卡都的情形之下，陈时中是落到第3名。新竹市高虹安是靠赢沈惠虹甲林敬仁。因那北部3都选情的胜败嘛，牵连落过头人的保卫战。所以小英都是比较担心，万一台北没有他，大概光是靠陈其迈会比较难一点点啊。所以郑文灿你自己要表现嘛，哈，你如果这个桃园不能保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行政院长就没有。行政院长苏贞昌最近真积极伫全国辅选，上尾会回访北部，选情若是无理想，外界评估内阁会总辞。针对这点，苏贞昌回应讲，内阁带头的人爱保卫是行政团体执行力甲效率，毋是选举，选举是党部负责的。记者综合报道。选举愈来愈热络，有性别平权团体推出网站哦，互民众会当来查家己选区的参选人是谁，较有性别优先的意识，咱做伙来了解。有色彩的点扫落伫台湾地图上，呈现各县市关于家己优先政治的参选人。Pride Watch 2点控彩虹选民投票指南选举正式上线，互民众会当透过网站检视自家选区为县市首长、议员到村里长的性别优先政见。不管是县市首长或是地方的民代，他们有没有这个友善同志的政见？那未来如果他们当选，然后选民也还是可以依据我们这个网站上的资讯啊，来持续的监督，可以造成一个这个政治上友善的循环。网站比过去大大优化更新，民众也会当登录，加做彩虹选民，自主增加参选人的发言甲表态记录。协助予选举资讯更加透明。当年监督地方市政的台南新艺学会，今年同款建立台南市议会观测站。因认为小型的 NGO 虽然宣传力度有限，也毋过透过时间的累积，有望会当创造更加多元的优先政治。我们是希望降低市民们或是说所谓的公民参与的门槛，让大家不会觉得政治离我自己好远，好像4年只出来投一次票。那这样子的话，台湾的整个民主社会就会更加往进步的方向去发展。各类向地方性平同志组织搭上选战议题，伫地方推动性别优先政治，建立网站共享资源，让参选人有机会延续性别优先的政策，也让公民透过更加平易的方式参与政治。记者综合报道。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各个进行，已经有在友邦替咱台湾发声，呼吁讲爱护台湾参加联合国的体系。也毋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表示讲，自古早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毋过，咱国的外交部佮有陆委会是批评中国是乌白讲。Why do we not encourage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y, among other things, commit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releva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such a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友邦沈文森、吉格瑞纳丁总理共萨福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上倡议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以利维护台海和平。本届年代总辩论自20开始，包括圣洛西亚等10个友邦声援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讲，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呛声任何阻碍两岸统一决心的人，将予历史交瘁。这回是荷兰国的外交部陆委会会议批评中国扭曲历史事实，暗砍中国最近在台海野史的作为。中共刻意误导国际社会，对外散布扭曲事实、充满谎言的一个中国原则、历史权利，企图合理化其对台主张作为。我政府对此强烈抗议。台湾议题以外，将做这摆联合国大会的焦点之一。美国总统拜登头一摆提起台湾，再次表示一中政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支持海上安全，也支持台海稳定。随着这2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共同的指责之后，其实越来越多国家它开始思考，不愿意在这个受到北京的控制或者是压抑。未来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以不用再在意这个中共的压力。专家分析，去年美国为首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内容，讲敢有包括台湾在地讨论，这和北京一直以来讲法有变动，所以王毅才需要在联合国会上对此表态。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威胁，前联电的董事长周兴成正式宣布讲要关钱给民防培训团体乌鑫学院。今仔早起，嘛甲乌鑫学院的创办人辛碧阳来对话哦。因强调讲，除了要让人民有心理准备，愈较重要的是，嘛要有实际的防御能力。所以，因甲钱投入国防甲民防，要来防止中国的亲门大户。俄乌战争爆发，加上8月初美国将其议长佩洛西访台，引起中国文武恐吓。咱国的国防民防受到热烈讨论。面对中国威胁，前联电董事长周兴成先是捐30亿协助台湾国防，同时佫宣布捐款予民防培训团体乌鑫学院，引起讨论。伊受邀甲乌鑫学院创办人辛碧阳等人对话，强调防范中国的亲门大户的重要性。今天呢，要各个双方面团体啊，大家第一个要觉醒过来啊！人家已经亲门大户，人家要把你这个台湾的这个自由社会的毁灭。95%的人在战争的时候呢，其实是不用在前线作战的。那这些非战斗的人员要怎么样让后勤稳定？然后呢，譬如说，假设今天发生了一些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假消息的一些进攻，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周兴成强调，像香港回归了后，北京明明讲50年无变，实际说是20年就变，也隔空司法，台湾应该永做警示。所以捐款投入国防甲民防，也希望名列发挥之外，政府也爱做好准备。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民间自己就赶快开始先组织起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已经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政府来去做一些相关的组织。这个当然是我们在立法院里面也要再来努力的。面对于周兴成呼吁民防准备中人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强调要有实体防御能力，所以国防准备更加袂当凊彩。与会人也呼应，强调像美国、芬兰、瑞典等国家，平常时啊，伫民防的准备甲训练上，拢毋捌放连过。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一个洗屏的技术，互指控讲偷摕国家机密文件，伫调查的过程又搁用别人的口座，甲相关的档案拢摕掉，互怀疑判8个月有期徒。中科院是表示讲尊重司法的判决，卖来针对机密文件加强管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洗屏的技术师，涉嫌107、108年中间，随便下载无人订阅机、向散飞弹这机密资料到个人档案。天权调查期间，互人发现用当初无定出的小户，将已经互检调保全的档案全部删除。最近去桃园地法院依照删除公务机关电脑电子记录罪，判刑8个月。被告这种行为已经对中科院造成损害，而且被告犯后仍然否认犯行没有悔意，也量处那个有期徒刑
8个月。中科院发声明告表示，专案经过高检署侦结，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得到无起诉处分。删除电脑档案的部分，判刑8个月，尊重司法判决结果，也说明这件案件是院内主动查到各告发。针对性平员工记过2届调离现职，也已经伫109年底离职。被带出去啊，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对中科院影响非常大的，对国家安全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也就是整个中科院在整个治安管理上呢，显然是还有一些的不够严密的地方。中科院表示，会持续就制度面加管理面加强查察，同时针对基本作业场合采用复式门禁管制。基本资讯网络实体隔离，牵涉到秘密的人员深度查核，也加强化员工保密安全的素养等，来确保各方机密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指出，讲国内3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甲营建业业绩拢衰退哦，对未来半冬的景气有较悲观。学者嘛预估，明年全球的经济表现会比今年更较歹，因为美国甲中国的景气是真歹。也毋过哦，咱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保3应该是无问题。美国顶礼拜5、23大落，台股面对万事保卫战。日落透早开盘达到125点，盘中失落搁较济，指数上价有加13804点，压到超过300点。所以这股升息的风潮从欧美吹向了亚洲，变成全世界9月份是一个升息的月份。预测美国今年的升息大概13码，现在是17码，到了4%以上，所以金融市场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股汇相杀，代表换美金的汇率早盘嘛持续在落，八落到31.901块，大落2.3角。美国形势起利息持续发酵，国内资金持续汇出。不过学者认为讲，今年经济表现未伤歹，关键是明年恐惊成长会变较慢。俄国现在跟乌克兰，俄国还要增兵。跟乌克兰的战争可能还会再拖一阵子，我们下半年看起来是内需会有成长，那出口跟投资会受到压抑。台经院公布上新营业气候测验点，3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成长拢降低，其中制造业创下2020年6月份以来新低。对未来半年景气的看法，大部分是较悲观。国内房市嘛受到起利息的影响，交易量是大幅度萎缩。学者认为讲，短期内要看无厝价下落的现象。在卖方的部分，其实目前的降价意愿还是并不高的，必须要端看明年哦。那如果在需求还是处于比较疲弱，新增供给又比较大量的开出，那届时房价才有可能会有松动的一个状况。国内8月份餐饮业的营收是786亿，创下历史上的第2高，小卖营收是3582亿，嘛创下同个月的新高。国内下半年类似的经济，在10月13边境解封了后，可能会阁创下新高。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公司化的计划有继续的进行，交通部最近已经把留才方案送到行政应用，针对司机员甲关键的人才要来调薪水。也毋过，代替产业工会是批评讲协商的过程无透明，问题讲大家拢会加薪水，煞无影无只。中秋连续假期，代替长顶国将规个廉价班车拢满分，互人笑讲是累罢工。代替搁找退休师傅等下到3工才排除，代替人力短暂流失这个问题，大家拢看得出来。交通部最新送出来的留才方案，到行政院提出加薪方案，不过唔是所有员工拢有得到这个好处。目前就是对于关键人才的加薪，还有司机的加薪都已经谈了。那这个部分在所有台铁的企业工会的所有会员也大概了解哈。比较大幅的加薪会在公司化有盈余的时候。代替产业工会批评留才方案对人才无吸引力，在协商过程中，资方无办说明会甲基层沟通，阁知影行政院代表甲代替资方参详公司化了后，要用团体协约方式来要求员工固定假日，袂使无出勤，阻碍员工的罢工。工会代表再起来行政院前陈情，批评行政院是无重视代替劳工权益。是有关多达16000名员工未来的权益事项与铁路的未来，只有开放沟通、寻求共识，才能确保公司化后确实提供给员工安全稳定的职场。员工休假的问题，我们是有提到说，希望能够有所规范。那个规范不是说要去修劳基法，去把它变成怎么样的方式，而是要跟员工去协商。行政院证实，已经有收到交通部的留才方案，目前也未核定。
对于代替员工的出勤，行政院态度就是依法办理，尊重劳资团体协商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精英酒店传出人客食物中毒，24酒店是有4摊的喜酒，计共办120桌，有上千个人客，结果有真侪人身体无爽快，甚至发烧哦。卫生局有去饭店稽查，嘛采样化验，若属是食物中毒，会以食安法，上侪当罚业者2亿。业者今仔嘛出面回释咧，表示讲因一定会负责。新人伫铺仔城内底入场，气氛真热闹，包括这场婚宴在内。台南精英酒店24号总共有4场宴席，大约有1100个人客。想袂到却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有人客伫面册反映，迄天食了就开始歹腹肚。其中一场开36桌的婚宴，都有将近100个人吐甲流，连新娘嘛着焦。当天晚上肚子有点不舒服，那隔天早上呢，就挂急诊吊点滴，直到中午。所以新娘子到现在身体还是非常不适，还是不舒服。原本欢喜带新妇，即马煞爱一个一个打电话向人回信咧，互张先是真无奈。迄天无共场的人客去病院吊大档的时阵，互相开讲发现拢打食过精英的道，才发觉可能是酒店的问题，业者嘛赶紧出面回信咧。经过通报，我们现在是积极配合卫生局的所有检验，包含当天食材的检体，也都让卫生局带回去做检验。如果调查及检验结果证实与病原性微生物所引起，本局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规定，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卫生局目前总共接到79例通报，嘛派人去酒店灶骹稽查，针对菜色、民众甲员工的检体进行采检。业者表示会协助人客看医生的费用，若确定是食物中毒，后续嘛会负责任赔偿甲退钱。记者陈环武、柯正俊台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意大利的德国会大选昨投票，反中对台湾正友善的右派民粹的政党意大利兄弟国党当主席梅洛尼是选赢。意大利兄弟党伫2018年的选举只赢4%左右的选票，这届选赢对方26%，嘛真做是意大利国会上大党咯。意大利25举行国会大选，根据出口民调显示，极右派的意大利兄弟党会摕到22%至26%的选票，将为全国上大党。45岁的党魁梅洛尼有希望成为意大利头一位女总理。Giorgia Meloni's Brothers of Italy party and their right-wing coalition seem to be on between 41 and 45% of the vote share. Now, how that translates into seats is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In the Senate, there are 200 seats up for grabs in total. Meloni's coalition seen taking between 111 and 131 of those, so potentially as much as 65% of the seats. 梅洛尼所带头的中右派联盟，佫包括极右派的北方联盟，加中央偏右的意大利前进党等，伊所带头的意大利兄弟党，2018年敢若得到4%左右的选票，这届大选得票率会大幅度提升。对于出口民调的结果，梅洛尼讲，这敢若开始尔，毋是重点。Quindi è importante capire che se saremo chiamati a governare questa nazione lo faremo per tutti, lo faremo per tutti gli italiani, lo faremo con l'obiettivo di unire questo popolo, di esaltare quello che lo unisce piuttosto che quello che lo divide. 强调团结面对问题，因为梅洛尼一个上任，马上就会面临能源成本大起，也甲经济无稳定，以及对俄乌战争立场的议题。不过，这种的结果，让选民对未来有真深的无确定感。Insomma, i primi sondaggi parlano chiaro e pare che il centrodestra abbia la meglio sul centrosinistra e ci aspetta un futuro molto incerto. Secondo me l'eventuale governo di centrodestra non potrà durare più di tanto, ci sono troppe divisioni interne tra Forza Italia, Lega e Fratelli d'Italia, quindi non credo durerà molto questo governo. 梅洛尼进前受访问的时阵，捌表示，台湾是意大利甲欧盟战略贸易友伴，台海若是发生冲突，真明显对欧洲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伊也谴责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佮强调欧盟应该尽全力避免台海发生冲突。梅洛尼友台立场，也互意大利甲台湾的关系真值得期待。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
罗西亚要征兵30万的军事动员令，互国内抗议是不断哦。24暝都有740个人因为抗议，互警方掠走。这个动员令是针对战争投降，还是拒绝去做兵的人，上济会封关10天。 俄罗斯颁布军事动员令，在全国真侪所在引起示威潮。把国家所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超过100人将一条高速公路围篱。根据俄国媒体报道，警员想要对抗明枪黑镜示威者，有人向前甲警方理论。另外，会当看到有人直接互掠走。今仔24暗，就有大约740人互拘留。总统普廷下部分动员令是自从世界大战以来的头一摆军事动员令。 征调30万欧美军人前往乌克兰前线，引起民众反弹。圣彼得堡、莫斯科市中心，拢有民众甲警方对抗了后，被逮捕。另外，征兵官员向错误的对象发送征调文件，一寡无军事经验也是已经过征兵年纪的男性被征调，也造成不满。这个动员令对逃兵甲自愿投降者分别处上关10年甲15年的重刑。20迄天，俄罗斯甲乔治亚的边界大约都有2300台的车辆排队等跨境，因已经排队排3天啊。Всем подряд, то есть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кому придет повестка завтра. 事态发展到这，是因为俄罗斯最近伫战事卡输面，部分分析家认为俄军后勤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俄语向俄罗斯民众发声，表示因的总统是调讲予大家去送死，佮呼吁俄罗斯部队投降，乌克兰将文明对台。到伫泽伦斯基发出言论的时阵，克里姆林宫伫乌东甲乌南控制的4个地区举行立俄公投，冲突再度升悬。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月初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啉酒，伫台北捷运的环状线车厢内底吵吵闹闹，佮乌白骂一个查某人哦，佮对伊落车，有历史民众去斗相共，结果发生冲突，警方嘛甲嫌犯抓起来以伤害罪上班哦。台北捷运嘛统计讲，类似案件今年的正月到8月份都有19件咯。穿乌衫的查某人向界伫捷运车厢向穿蓝色的查某人一直大声骂，入去到转坐电梯，查某人用身躯甲阻挡，无要互伊离开。有民众看这个情形，斗相共甲协助，说互对方冲动，看对方情绪失控，热心的查某人甲压制伫涂骹，查某囡仔趁机回逃走，报警求救。原来伊甲这个闹代志的查某人根本都无熟识。这个39岁姓王的查甫人啉酒醉坐捷运，伫车厢大吵大闹，看到这个姓蔡的查某人，就是骂歹听话，佮规路甲对，为环状线经安站落车。姓曾的民众看这个情形斗相共，电到甲这个啉酒醉的查甫人伫捷运大厅发生冲突。该酒醉男子将矛头转向热心民众，以身体冲撞挑衅，热心民众不堪其扰。将男子侧摔倒地压制，捷警与辖区员警到场后，依法将该男子管束。亲像这种伤害案件，台北捷运今年1月至8月都发生19件，尤其车厢占7件上侪。准讲政府一直伫宣导，啉酒了后加坐大众运输，啊，毋过啉酒嘛是爱小节制，啊，尔无因为啉酒过量，较会失去控制，搁歹看。即届即个闹代志的查甫人后续原来互依照伤害、妨害自由即个罪嫌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的火车头前哦，正值钱的地段，最近是设一片机车的停车场，停一天50块。县政府调查发现讲，这虽然是私人的土地，也毋过无合法申请停车场的登记证哦，上侪是当或者业者15000块。看板布条顶悬写讲 DIY 自助停车，一天只要50块。现场放一个有锁头的铁鸭仔，互民众落钱。这个停车场就伫咧停车位真歹找，彰化市三民路顶悬，我彰化火车头的入口，真侪民众拢来遮停车，但也对于停车位无够，感觉真无奈。啊，若无多嘛，是爱落啊。哦，了解。都方便啊，吼。
对，如果最后没有办法，真的还是得停这里这样子。彰化县府表示，所有土地规划停车场拢必须要向县府申请取得停车场的登记证，但是这个10坪大的私人土地并无合法的申请。后续会要求地主在15天之内提出说明，若是确实违法收钱，会以停车场法开罚3000至15000块的罚款，而且会使连续处罚。另外，停车范围牵涉到人行道的部分属于违停，而且警方来开单处理。停车场法第25条的部分，它每次违法我们是处罚3000到15000之间呐。那我们彰化县政府我们有定一个裁罚的标准，如果它没有改善，我们会连续处罚。第二次就是6000，第三次就是9000。那我们在前站原本是长乐公园，我们也暂时改为临时停车场。彰化市公所是强调，针对机车停车的需求，目前先甲火车头头前的中路社区健康广场改做免费的临时停车场，停车的时间上限是24点钟。另外，火车头后站的停车场当地咧改革，明年3月启用了，会使提供523个机车停车位，大大疏解当地的停车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住伫大路边的民众对车辆的噪音的污染拢真痛苦。这款的检举案件嘛上多。环保局伫部分的路口设翕相的设备，若是车辆的噪音超出标准就会翕相来处理，上多会当罚3600块。车辆爱去检查，嘛发现讲安尼做，民众申诉的比例是有减少1.3%。这是台北市上山区塔油路边看，经过车较少，车速相对较紧，互部分的民众感觉较差。台北市政府伫路边设立声音翕相处理噪音装备，即要经过车互测到车轨86分贝，就互罚1800块到3600块。另外，互处理车辆若是发现有改装的情形，也会到警察大队去做检测。110年跟前一年度来比较，民众对于车辆噪音的澄清数大概降了13%。那可见这个地方对民众来说，它是有一些相关的成效。由这样说法开始有成效，台北市立原本的8个固定甲2个移动处理点以外，9月又再增设2个固定的处理点，不过有固定点边仔的听过民众讲，车看到头前路段竟是把会开较慢的降低车声，不过过了后又开始在做噪音。知道的人他会放慢，不晓得的人还是一样那么快啊，还是警察在执行比较有用。包含交通噪音，台北市政府统计上电的红申诉的噪音污染，也是各种工定的时间。比较多遇到的是夜间的施工，这部分我们当然是希望施工单位可以尽量的禁止或减少。不过，如果说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噪音的防治设施，或者是时间的控制，甚至和附近居民的沟通，来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除了台北市政府各局处的各项时间，环保局也建议尽量卖伫暗时时间，避免工程噪音带予市民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种土豆的农民是哪来哪少？嘉义东这一间土豆观光工厂最近的引进全台湾第一套的土豆打扫的设备，行政院所真枪甲农业会主委间激动，昨下晡嘛专工去了解关心。业者详细说明设备的功能甲流程。这设备是行政为了提升土豆生产品补助进口的。当局全牛合作社讲，已经拍土豆按2礼拜时间，在这个打扫中心只需要工半就会当来完成。他们以往都是在露天所谓的曝晒，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套的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干燥，可以缩短我们干燥的时间，然后节省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作业哈。这个打扫中心一届打扫时间是36点钟，一档会当处理1152万公斤的土豆，每公斤6000公斤打扫的成本是66090块。农委会表示，土豆打扫了后，佫配合冷链，就较免烦恼的3型黄曲毒素。那比较高湿高热的环境情况之下，避免黄曲毒素的话，这个设备就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效果。这对大众消费者来讲，或是一些食品加工厂来讲，它在使用原物料上面，或是在加工这一块来讲的话，会比较安心。当局全牛合作社讲，因为拍土豆真辛苦，所以种土豆的人愈来愈少，希望透过这种设备的普遍化，改善台湾全牛种植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屏东内部有一个少年家哦，伫6当前捐赠给老爸，所以袂当去做上食力的工课。后来申请政府的青年创业贷款，甲厝邻本地槟榔园撤掉，改种水果的菜色哦，收入是阁袂歹。伊嘛望讲有愈来愈侪农民会当做伙来投入，甲这个水果菜色的市场做起来。这是屏东内部的水耕菜色农场，负责人就是这个少年家林祖宪。6年前因为爸爸身体无好，回来厝邻斗做菜色批发。后来甲官捐予爸爸了后，袂当做伤粗重的石头，林祖宪就决定来种水耕菜色。像我们家的工作就是我要搬瓜类啊，它那个一箱都是30斤、50斤，那做这一种工作是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它比较没有这么出众。前面大概1、2年的时间，一直去改进，才做到现在，我不用药，在药病虫害跟不用药之间取一个平衡啊。这个都是斜纹叶稻虫的，这是幼虫啊。万事起头难，林祖宪讲，头1年因为病虫害严重，2个月拢无收成。后来豆豆研究病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到今嘛已经唔免除药啊咯。今年数季拢有稳定的收成，主要拢销对超市、火锅店等等的通路。目前在种的话，你说有量产的、比较有规模的，只有我目前看到是只有我一个啦。种水耕的。对，但我希望说我们要像中部这样，多一点人种，那我们一起组一个产销班，一起去打连锁超市，会比较好进去。林祖宪讲，水耕菜食起来较油嘛较脆，真侪消费者介意，因为成本较悬，市场价值嘛比土耕菜较好。伊希望会当有愈侪农民投入，做伙甲水耕菜的市场做起来。那农民的收入会较好，消费者嘛通食到优质佮清气的菜色。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办红菱果的冰柑，唔但选出上甜、口感上好的第1名，嘛佮选出上大粒的冠军哦。结果一个农民是摕到这2项的冠军，上重的红菱果一粒就1公斤外，咱做伙来看卖。看到这大坑的红菱果，这是这届摕到屏东县府红菱果冰柑2个冠军的农民蔡金桥所种出来的。伊这届除了摕到品质上好的奖，佮种出1060公克的红菱果，摕走上重的奖牌。伊也分享用科技管理果子的经验。跟高雄改良厂合作，用智慧喷灌的方式，然后节水喷灌，然后减少我们就是很多工作量。那因为天气太热了，它这个智慧喷灌是设定，我们是电脑有程式设定，就是在35度C以上，在11点到2点之间，如果湿度小于70的话，它就会自动喷灌。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跟刚刚改良厂配合，我们现在整个系统已经用到赖推播，我只要打10S， 就代表喷10分钟。用赖就使设定时间，佮随时会使掌控作物的状况，有影真方便。无这套系统进前，农民可能袂记得因田或者是储水上久，浪费水。尤其面对囝生少，做田的人愈来愈少，甲农业结合科技，成功又佮准确，这也是未来升级的一个趋势。整个农业已经发展到智慧农业，对，从惯行的传统惯行农法，要提升整个 AI， 连土壤温度、湿度都可以传到手机，随时这个管动式的管理。屏东这届办冰柑，也是鼓励各地农业打拼的农民继续升级农业，种出品质1粒1的红菱果，而且也替得奖的红菱果找销路加行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找到一款癌症免疫治疗的新药啊，唔但副作用较小，伫动物实验嘛发现讲肿瘤会缩小一半，已经申请台湾、美国等真侪国家的专利哦，率来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希望真紧就有好消息。癌症已经连续40年，是咱国民众十大死因第1位。英国传统手术只会当治疗局部肿瘤，就算化学疗法、放射线疗法、甲单独抗体免疫疗法，也拢真侪副作用，使得治疗效果拍折。国卫院上新研究发现，利用 CD47 Sp-alpha-S 作为标靶，成功开发出新型强效的口服药。小分子 IsoQC1 毋但是副作用少，肿瘤也会当缩小一半，会当达到治疗癌症的效果。这些副作用呢，它可能会造成溶血，它会造成血小板降低，
那这个单出这个药物呢，它并不会。郭元仪表示，研究团队开发出口服的小分子 IsoQC 抑制剂，叫做 DBPR-2298。动物实验中证实，伊会当有效阻断肿瘤细胞表面上的 CD47，甲 CPAP 结合，增强身体巨噬细胞，会当将癌细胞吃掉的作用。在血液肿瘤方面，我们聚焦在这个那个 B 细胞的淋巴癌，还有另外一个在固态肿瘤的部分，我们就聚焦在这个头颈癌以及大肠癌。郭元仪强调，这款新药已经得到台湾、美国、日本等国家专利核准，目前研究也是属于临床前试验阶段，期待2到3年了后，会当甲国内外的生技产业进行技术基转，也是产学合作，推动整体临床试验，带动生技产业成长，互更较侪癌症的患者受益。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健康署指出，讲全台湾有7、8万的学生囡仔有在食电子烟哦。咱国内一般线顶的购物网站都拢买得到，所以有真侪家长甲医师是真烦恼，讲对学生囡仔的健康会有真大的影响。因呼吁立法院已经15档拢无修法的烟害防治法，应该赶紧完成修法。电子烟愈来愈时行，造型嘛愈来愈适拍，真侪学生囡仔交朋友拢会摕出来点风神。因为它会比炫比那个比较炫啊，可爱啊。像你看它这个的话，就米老鼠的造型啊，还有会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 Hello Kitty 啊什么的，然后有的还会发亮发光。食一穗电子烟，敢若变作是朋友之间小借问的开始。国健署估计，全台湾有79000个学生当咧使用电子烟，其中有23000人是高中生，56000人是高中职学生。生理人讲，电子烟对身体无败害，毋过医师所发现，电子烟内底的尼古丁，伊的量比一般烟草更较悬。1cc 的电子烟有可能就含有50毫克的尼古丁，相当于2到3包烟这么多的尼古丁的量。那使用者可能1天就抽完了，他也不知道他抽了这么多的尼古丁。救青少年！救青少年！禁止电子烟！禁止电子烟！立即修法！立即修法！勿再拖延！勿再拖延！电子烟啊，食条对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可能产生危害。全国家长代表甲医师烦恼学生囡仔的身体健康，望立法院会当赶紧通过烟害防治的修法。记者麦尚营、林玉凯台北报道。去年咱台湾失智症的人口有31万多人，是总人口数1.34%哦。失智症的病人数量毋若逐冬的增加，嘛有少年化的趋势。台南柳营的基美病院甲公所做伙推动北欧式的健行，要来培养时代运动的习惯哦，要来互因延缓老化，预防失智。一透早就看到一阵老大人手拿2支拐啊，伊毋是要去爬山，是咧做伙走健做运动。时大对福健师的脚步，大家哪行哪开讲，拢袂无聊。跟奇美医院一起来，今天的主题是以北欧式健走，带领我们的社区老人如何用健康的方式来做一个健走，然后也做一些基础的一些伸展操的部分的展示。行路做运动是安怎个爱举拐仔咧？这就叫做北欧式的走健。根据国外研究，举2支拐仔走健，毋但维持平衡，较袂翘骨，佫会当改善骹头乌、关节疼的问题。规身躯有8成的筋肉拢运动着。这一套的这个健走上的运动，运用在社区的老人，或者是说有一些膝关节有一些障碍的老人家，利用这个北欧式的健走上，让他能够在活动上面不会对膝关节的负担太过于沉重。柳营基美病院和公所做伙推动北欧式的走健活动，逐摆拢有治疗师陪这个时代做伙运动。就是希望会当培养社区的时大人平常做运动的习惯，活动筋骨，预防失智。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公布国内国中生、高中生食食的调查，有35%学生暗顿拢食外口，而且是有超过一半是用点心、饮料、四手来代替三顿。甲鸡鸡腿饮料当作正顿，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各高中生的饮食习惯，发现囡仔食食无健康的比率真悬。
可能平常在学校，因为不能上课时间不能出去买饮料，但是有外送以后，可能因为配合社团课或是老师也想喝，就跟学生一起订。疫情开始又加上越来越多外送的平台可以选择，所以胖了快10公斤左右。根据立法联盟调查，高中生上食买的是手切茶，另外有3成5的青少年按顿拢食外口，其中超过一半是用点心还是饮料代替正顿。这个调查期间是今年3月底至4月底，对象是全台清挂学生。结果显示，超过3成的人，每礼拜拢叫2届以上的外送。立法联盟认为，疫情加上学校开放外送平台，拢增加青少年更较食高油高糖的机会。那这2个东西刚好都是导致肥胖最重要的主因。那如果是高糖的话，基本上可以让我们获得短暂的满足感，而随之来可能会有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嗜睡的情况发生。营养师表示，教育世界到学校做体位教育的经验，发现台北市学生大口肥的比例较悬，建议家长要提醒囡仔避免高油高糖的食物。外送平台嘛应该主动标示热量、糖分等等资讯，让学生做判断。记者陈国培台北采访报道。台湾原住民赤面的文化，因为部落老大人过往，即卖一定拢看袂到咯。也毋过为着要传承这个文化，这几冬有一寡少年的族人因愿意伫面来赤家族的标志。也毋过要赤面，就爱经过部落老大人的认同，嘛毋是讲凊彩就会当赤。11年前，为着甲台湾原住民族有赤面文化的老大人组织做伙，在鲁古国家公园3月村，特别邀请6个伫咧全台湾各地有赤面的聚会人来遮聚会。不过，即马老大人愈来愈少，少年的族人对家己的文化已经产生危机感。印第安人就问我说：“你们部落的文面目前有几个人？”我说：“还有4个。”就是跟我讲说，如果这4个人都走了，你们的文化就没有了。赤面是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无共族群有无共赤的形体。一般来讲，出世会当赤伫头壳遐，会晓织布的妇人人会当赤伫喙皮，会晓拍蜡的查甫人会赤伫下骸，这是祖先传落来的风俗。不过现此时族人若是要赤面，实际生活当中加减会拄到别人无共款的眼光。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一闻上去，大家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心智不够强壮的话，很容易被他们影响到。很多不了解的人，尤其是汉人，你为什么这样？都难看，你看是不是他们都有问题？这个参加赤面传承活动的族人，台亚的有6个，德鲁古的有5个，赛德克族有2个，其中2个是女性，拢总有13个人愿意传承传统赤面的文化。我们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是还蛮多的，就是能够说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复振起来，一直这样传承下去。部落的头人强调讲，赤面都要遵守祖灵的戒律，包括品德操守，得到老大人认同等等了后，才会当进行。其实就是现代所讲的品德教育。希望外界若是拄到有赤面的族人，会当以平常心来看待，而且尊重无共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人员的介绍一直会起哦，因为伫要寒冷咯，有真侪国家是带蛋，也毋过民间是有人真高省电哦。咱来看日本有一个查某人，伊用太阳能煮饭，用太阳能板来发电，已经10冬哦，拢毋捌落过电池咯，是安怎做到的？咱做伙来看卖。东京的女部艺术家藤井千佳子正传要食中昼，伫咧阳台顶用太阳热力烘出三文鱼，熟度拄拄好。要若煮饭加烘过两锅，爱用更加强的热力，就用这种圆筒形的太阳能灶。香菇炊饭都煮好，也阁烧烧庆烟。藤井这种拢无用到电，唔免立電池，能源獨立的日子已經過10冬啊。始めたきっかけは2011年の東日本大震災がきっかけで。計画停電が何回かあって、で、いきなり何時間か電気のない電気切られちゃう生活っていうのを体験して、ちょっと自分でやっぱり電気を備え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なと思ってパネル1セット設置してもらいました。那好天时阵，太阳能板平均一工会当产生1000瓦的电，会当使用有限的电器，暗时电火开几落工。那落雨天无日头，就骑发电脚踏车10分钟，产生差不多10瓦的电，会当互一粒电火球到3点钟。厝内也无洗衫机、冷气机加吸尘机，洗衫用环保的清洁剂，也阁用手炉。要食沙拉用这种手洗脱水器，手工垃圾顶头放一个灰矮的灰干，就会当煮食。
4岁拢会人看到伊的生活智慧。唐静伊这台世代冰箱，由原是靠太阳能帮所接的电池来供电，不过伊今年已经62岁啊，就会考虑到未来体力啊变歹，适应力甲少年时阵未比的问题。但是伊正乐观地讲，甲10年前比，日本公共电力已经有更加侪永续日能的选择。就算未来比赛重新依靠商业电棒，也是希望用太阳能煮食，尽量维持家己的理念。ソーラークッキングは美味しいし、で本当にガス代も電気代もかからないので、しかも災害時にもね使えるので、これはもうずっと、やっていきたいですし、さらにね工夫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来看墨西哥伫9月19发生规模7.0的大地震哦。1985年甲2017年，同款拢是伫9月19这天，墨西哥嘛发生大地震，时间点遮尔拄好，嘛引起真侪讨论哦。伫即届大地震迄天，墨西哥市有一批救难犬拄好毕业，因经过2个月训练，嘛随投入救灾工作。这30只经过救灾训练的狗，由主人带，顺利领到毕业证书，大家做伙翕相留作纪念，记录这光荣的时刻。跑伫涂骹的尼克斯就是这边的毕业生之一。En sí es muy tranquilo, pero con el curso mejoró mucho su estado de ánimo. Le encanta venir a este tipo de cursos. Se pone muy alegre cuando venimos a clases. 这30只拄毕业的救灾狗，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第一批结婚的救灾狗。经过2个月训练，已经会让家己通过正位的空间，行超过35公尺，伫咧地动或者是其他自然灾害了后，追踪并且查询掉伫咧灾区现场的人，所以因的情绪爱正稳定定着。Obviamente son perros que tienen que estar trabajándose para que vayan lo más tranquilo posible en estos ejercicios. Obviamente ya el segundo nivel que tienen estos perros es el descenso ya con una persona. 墨西哥是伫咧太平洋火环带，常常发生地震。就伫这款救灾狗毕业的这天，墨西哥又搁发生规模7.6的浅层地震，也是墨西哥史上第3遍伫919这天发生大地震。2017年的919大地震对墨西哥市造成正大的伤害，几落百人不幸死亡。迄当阵就对各地调派救灾狗来斗相共找人。这30只毕业生，还会当选择更加进一步的课程，成做真正专业的救灾狗。伫灾后的黄金救援时间，负担重要的责任。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译。来看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已经演35档了。这出音乐剧得过真侪奖哦，嘛常常互改编做电视剧、电影。也毋过，这出上长惠寿的歌剧，因为疫情，每年的2月份伫纽约演出了，就要收煞咯。听到这熟悉的曲调，描述剧作家甲女高音的激情乱曲。这出戏《歌剧魅影》的故事是出自1910年法国的作家卡斯顿勒夫的同名小说。故事是讲一个生做正歹看、常常黄着面的天才作曲家，伫咧巴黎歌剧院爱着一位女高音克里斯汀为伊创作乐曲。英国的剧作家韦伯将故事改编成做音乐剧，1986年伫咧英国伦敦首映，2年了看海到美国纽约演出，同年都摕到安东尼最佳音乐剧奖，还有导演甲男女演员等奖。歌剧魅影自1988年开始就成做百老汇固定的戏，除了音乐歌曲好听，奢华的舞台也有服装设计，也是伊的特色。每年吸引全世界乐迷专工到纽约来看这出戏。首映18年了，创百老汇史上演出上久的音乐剧纪录，是百老汇迄当阵的大代志。We're out here and not back there, so. Can I tell him a secret? Michael's never seen it. I'm really,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疫情发生了，包括歌剧魅影在内现场音乐剧的票房拢受严重的影响。剧院业百因为疫情严重，关超过18个月。歌剧魅影首演到即马已经满35周年，敢若是伫咧百老汇演出就超过13500多场。
看过的人有到1900万人。同时也改编真济17种语言，伫全世界180外城市巡回演出超过7万外场。百老汇伫咧疫情有较疏解了后，重新开门。经典的大戏包括《芝加哥》《狮子王》《哈密尔顿》，票房拢袂歹。不过歌剧魅影是起起落落，上尾也选择华丽收场，上长寿的音乐剧换做演了27档的《芝加哥》来接。不过歌剧魅影的乐声，会互剧迷永远怀念。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